歡迎你收睇有關如何申請白表 EIPO 預先登記服務嘅教學短片。以下嘅短片將會於短短幾分鐘內介紹整個申請程序，當中包括你所需提供嘅資料同如何完成有關申請。喺進行申請之前，你需要準備以下嘅資料：香港身份證號碼、有效嘅香港地址、電子郵箱地址及電話號碼。請你輸入白表 EIPO 嘅網址 www.eipo.com.hk， 以進入白表 EIPO 服務主頁，並於頁面左上角按預先登記。現時你見到嘅係預先登記服務嘅主頁，請點擊頁面下方紫色嘅註冊按鍵，進入登記頁面，然後輸入你嘅個人資料。請於第一個框格輸入你嘅香港身份證號碼。基於安全理由，你需要輸入框格上面所顯示嘅安全碼。請注意，安全碼嘅字母係有大小寫區分。如果你無法瀏覽安全碼，可以點擊刷新按鍵，以載入一個新嘅安全碼，或點擊朗讀按鍵收聽安全碼。你必須要成功輸入以上嘅資料，先可以繼續進行申請。另外，請你仔細閱讀條款和條件，然後勾選框格，以確認你已閱讀、理解並接受這些條款和條件。完成後，請按下一步以輸入你嘅個人資料。你需要喺此頁輸入你其他嘅個人資料。你先前輸入嘅香港身份證號碼會喺此頁面顯示。如需修改，請按上一頁。如資料正確，請喺第一個框格輸入你嘅姓氏，以及下一個框格輸入你嘅名字。然後輸入你嘅完整香港地址。請由第一行開始輸入，並於下拉選單中選擇你嘅國家。跟住輸入你嘅電子郵箱地址。你必須喺第二個框格再次輸入相同嘅電子郵箱地址，以確認資料正確無誤。最後，請輸入你嘅電話號碼。你亦可選擇輸入你嘅職業。完成資料輸入後，請按下一步以設立用戶名和密碼。如需取消登記，請按取消。你需於此頁面設立一個用戶名同密碼，以便日後透過白表 EIPO 預先登記服務申請 IPO 時使用。密碼應該由5至15個混合字母和數字組成。
另外，你亦需設立3條安全問題同答案。當你忘記密碼時，可透過回答此預先設立嘅安全問題，重新設立密碼並啟動你嘅帳戶。你可按上一頁修改上一個步驟中提供嘅資料，或按下一頁作最後確認。請你於此頁面檢查並確認喺申請過程中輸入嘅資料，如所有資料正確無誤，請按提交以確認你嘅申請。如需修改，請按上一頁；如需取消，請按取消。你已成功登記我哋嘅服務，你會喺此頁面見到你嘅用戶名。你將會收到我哋確認你申請嘅電子郵件通知，內容包括你嘅用戶名同附有一張簽字式樣表格。請填寫此表格，並喺第三者嘅見證下簽署表格，然後寄返本公司。當我哋收到你嘅表格後，你嘅申請就正式完成。我哋希望透過此短片幫助你了解更多關於白表 eIPO 預先登記服務。如果你對此服務有任何問題，請點擊網頁嘅常見問題同教學短片系列視頻網站了解更多資訊。白表 eIPO 預先登記服務，讓你更便捷地透過白表 eIPO 網站申請 IPO。